熱那亞有一個地方，時間仿佛繪放慢腳步，一座面向大海的小漁村，彩色的房屋倒影在海水中，訴說着古老的故事。歡迎來到博卡塔塞，這座古老的海濱村落坐落於大海與山丘之間，至今仍保留着最真實的靈魂。根據傳統，它的名字源於小海環的形狀，像驢子的嘴。幾個世紀以來，漁民們在這裏將船隻拖上海灘，留下了幾乎未被時間改變的風景。漫步在小巷中，可以聞到海的氣息，聽見海浪聲，欣賞鮮豔的建築外牆。面向海灘的小廣場是村莊的中心，集合停留，放鬆並感受利古里亞簡樸而純粹的美。離開博卡塔塞前，一定不要錯過當地著名的手工冰淇淋。距離熱那亞市中心僅幾分鐘路程，這裏是一個充滿傳統、質樸與永恆美麗的地中海角落。